你寻我做啥？皇帝不急，就是他该今朝是侬大喜个日子，寻不着侬新郎官，万不及杀人啊！有什么可惜的呀？哎呀，公子，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要是我还不娶我讨娘子啊，我真是困风头里笑出声，啥人像侬拉上子面孔？公子，快放顺吧！再寻不着侬老爷要我人啦！啊，凤儿，老爷来了，空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呀，真不知礼！新娘子在手上等着，你怎么还不上手呀？弟弟，哎呀，实在不能帮新娘子接委屈。怎么，已经我长得不好，配不上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与新娘子的面貌没有见过。我怎么知道她长的时候，长一道绘画绘色，绘成绘得，只要金凤姑娘情深无道，将来是个贤妻良母，就是你的福气了啊！弟弟，孩儿心中早已经有了思妹，我不能够留心由他离去他人啊！你呀，事业都有无度了。比比大人是孤兄，亲拥儿女生死情。今是我等公女知恩大报早回，承恩为你大事为儿媳，岂能与子做人情？于是呢，云长共度3年3月，大吉相关是有情，你不给一夫即是骗我鬼。到如今我已成疾是弟，你将我分与师傅去向师妹交代呀！你才不把新娘接回去，你才叫我师傅向亲家母交代啊！就为我师为父钟情有呀，又怎样对得起
实在救济之下恩公啊！新郎都欢欢喜喜的，那样你呀，好，你与我娘新娘子手上等着，快追吧！老爷，这假设要起风了，恐怕要变天，是不是等风停了再开船？不！随命牺牲时，今天是大吉大利，好日子，千万不可错过机会。我吩咐下去，立刻开船。是。追吧。
迎风相对，这都是我害了你了。他往我上，他往我上，你醒一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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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新郎。我们的随意，我们的都神们了。那我们的神明，这神仙，你与我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那边还有没有别的事。你是可以消息啦。
死了老爷母，幸而落葬一回，其他人生死不明。公子他报了官，还在当牢，困起来是凶多吉少啊！幸好公子与少夫人离人于难，陆家终身不因之中答应了。可是人家不在身，新娘子的命不好啊！爹，可别这样说。上一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胆测无佛，神仙也没有办法呀。说得也是，他乃不是同兄化解，也算有福。爹，公子回来没有？幸儿遇了难，公子看他母亲去了。那我去看看少夫人。好，好。轻轻放心18年总理御宴得灵光，今日里不要紧。孤影自怜，竟不知这朵红花。悄悄地稀稀答答洒上鲜花片美人真好看彩哟，是你呀吓了我一跳。不用想，你是我们才3天的新娘子，出京待人，莫论是话也不过问。
可惜你在你小，我委屈你了。不怪我命不好，万里来了怪人。少夫人，你的心念真好，难怪公子对我说：“翠玉，你要多多照顾少夫人。少夫人要吃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；少夫人想什么，你就去买什么。可不要冷待他呀！可你呀，无所不到，只怕我说到你心里去了。公子回来了，公子，今天是七绝，牛郎织女吃条香味，心里的话嘛，留着自己去说吧。翠儿，你不要再闹了。公子他们有一天来，你吃饭，我们快去扶他们吃饭去吧。哎呀，我的白日老弟弟，这还用得着我们啊？少夫人早把饭菜准备好了，果冻的孙子，你过起来吧。哎呀，我老子都了。多谢你了。几天我忙有很多的事，也没有空来照顾你，圣官。我们以为你本票送达，圣官不安的应该是我。你这位齐了人啊，我的好小姐啊，叫我小姐。你不喜欢我称你小姐吗？我哪有福分当小姐？这也是啊，在世界之上，哪有称自己的妻子为小姐？难怪他要发小了。那么我称你，金我，叫我金我。怎么又不好？那我称你什么才好呢？飞龙呀，我的名字叫飞龙。飞龙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不对？是飞鸟的飞，凤凰的凤。这样的飞，你看，这是你曾经我的品牌，
一只结巴之王，好家更不得了！地位的金翁下过品，曾经在这一只金翁了眼睛，如今平白闭了眼，当时我心中起疑。外人自从山下用一生。起飞梦，就是情。我早在枪把十五梦，头靠标举水根18年做女做马，受尽苦山中泡大，我苦命人。表具狠心将我们扶着两把人定终身，原以为飞凤从此落花坑，谁知这次遇逢生，你慷慨佳人救下我。飞凤喜女，你好心人，结巴之王做品文，飞凤成了你家的人。成亲的那天，你不想推推快我一夜吗？怎么不想？这是我不该的。好，那我猜想，你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吧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舅母也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该多问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人呀！现在我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就不可怜了。你可知道你怎么？金凤飞凤也是他，两个新娘同日家，快来金凤一女男，我把飞凤引回家，待我上去把真情讲。金公子鸟真有惊吓，别人的新娘真女家，万事送她回夫家。我不知谁家妻，天涯何止是他夫家，万事送
我去准备饭菜，是儿女用饭。不劳你操心，不劳你操心了。哎，你我夫妻之间，还用得着客气吗？我在答应北京旅下去行表举本将军，即刻送他为夫家，花别子女总须比。我从凡事官离开家。地方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你几次上访有讲不讲的样子，我早就知道你有话要同我讲啊。好，这是我家的钥匙。也是，对，交给你。交给我，你就把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家。你我有了自己的家了，地梦不再地梦有了亲生的。这次今日断去心回笼，他那子明早那一问题，你红啊，我要离家去世断，这府上下交给你。贵人啊，你放心，我曾许丹于家中的大小事情，我为了你，你的恩情比山重，我听到过，仅仅是家一言得起。没有听到你妹妹弹琴啊，听得见音啊，她又在想你恩熙了。本溪为家已有3月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？什么事啊？一定是他爹爹看不起我们穷教师的，我再认文熙与妹妹的婚事吗？哥哥，我可才一比你人的人。还没有过门，就放弃人家讲话了。呀，看你，哎呀，
师兄。啊，师妹，这些，你这么一去三个月，心都不累不，真不良心。很细说话，很细。你算多了啊？是算多了。你家里催你回去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弟弟可好？弟弟他已经去世了。他是怎样死的？弟弟他要我迎娶金母，不料算在遭毒遭难。你怎么？你爹叫你娶亲了？金家有恩我家，弟弟他定要我迎娶金母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事情何事都已办妥了吗？先算什么？只有我一人身外，弟弟的遗体已经安葬在故土里。
你来的黄梅是松，三月来你千载排来，多丈母必须将亏损的身子做条布，孤独的余生要记，心灵的沧桑虚无，家中事一切走在阴痛处。从今后莫再多的虚度生。先生，本溪啊，你在我身边读书已有3年，你的品行为人我都清楚。如今你父母都已去世，有我先生做主，你就与银莲听亲了吧。奉先生不弃，能够盼师妹这样的淑女，奉系关节在心。如今你也小才生，有功考级将近，不如先应听亲，以后设结婚婚。对，大灯会嘛，小灯苦啊。等你取得功名回来，与我妹妹完婚呀！不，就是功名不成嘛，我妹妹还是要陪着你的。休得啰嗦，这样嘛，为的是辈子有过照应，免得我年老之辰再操心了。你嘛，也可安心在此准备功课，上进观考。啊，先生自此关切，对我为家准备。这倒不必了。如今你父母都已去世，不必再往返操心了，一切由我们来安排。再过10天，正是中秋，不如即日定亲，度过团圆节里。因为儿郎，你看是何？哎呀，弟弟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们没有长辈，我爹妈身体又不好，长子我就叫我来嘛。我是新接的嘛，10盘就办。爹，我们到里面商量去。你这个安心读书，等着做新郎官嘛。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子才地里叫不到婚前，心不成他他怎么？他的产品到了。
病了啊！是啊，我一名菜鸟却貌是心腹成了，我已放心不下的你归来禀报于你，就只成你夸回去啊！哎呀，还有个后代，何苦再对不起呀？那我这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小子人啊，你都是这要紧啊，也要辜负心腹成的病啊！好，你先去工作，我和先生商量商量。一波比比，一波情，好日多么命运贵，原本想避开闭梦大使馆，找到她丈夫就送她归，谁知她的人为疾病比她憔悴，将我的病中之人许爱为我于情于理当守归。我大姐赶回家去，四妹面前在交代，里面她真是进宫上风尘，那指望有个飞龙在家内，十方正气何万通，真恐他难在两极要亲。师兄，弟弟说，这是西京的一有古法，可是定亲那天，那些知青好友还是请来你闹的，哎，我信了快，能到中国门口。好，师兄，师兄，我正想同你商量商量，想推荐定亲日期。啊？你是什么？好，我家里有事要委屈你吃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不是心血来潮吗？怎么该定的事情说该就该的呀？我家里有事，非要委屈不可。那我就做不了主了。爹，妹妹，你们快来！什么事啊？你的新郎官只有要是回家没空定亲了。本溪，什么事这样急？先生，家中有事，非要委屈不可，请先生你见啊。这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你应该商量决定了吧？妹妹，我委屈一次，回来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你委屈吧，我等你。
请。只要保证去到山去，便可考过日出了。哦，杜的先生一直高茶，花去了。请先生留下大名，再有也可在乡里中央写上的一等。是的，一生天生何必有名？哎呀，这我有事情要离开贵地，就此告辞了。先生最好，啊，宋先生，先生最好了。啊，地方的病总算是好了，只要能够找到她丈夫，便可送她回去了。莲妹啊，莲妹，不久我们便可在一起了。年。
少夫人，翠娘你能起床啦？今天是8月中秋，我已准备吃鱼肉，晚上得从园子里采些毛头鱼呢。翠娘，我帮你一起去杀。好，小飞，小飞，你前去派这人才，日风的兵来了。而将神水在怕也怕开心嘞，总算是比梦久久把心为。当先生比梦不须将美记谁，素不晓得把情配。因已到此取下比梦结为家，从此一去无往来。记着他真人遭害难，料定他凶毒极少难生外。我也无法得到美其身，我也无力把比梦再领回。比梦既有你这样身何况你自配，我们不留在军里。否则在家不对你太对，太对，对不起的短信的梦生，安在比。哪里去找美妻是你在叫我嘛？我叫你又叫谁？怪人！今晨明月亮下遥，美君家要同两宵，等在端园明月下，这心字家白君啊，等着他妹妹登上端园去，等着他上上举杯八月光，他在今
你小辫子呗。今夜月色真好啊，不要中去月正圆，哎，月圆哎，生也圆，圆啊！哦，师傅啊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哦，你往外讲故事。来，坐下来听。记得在从前啊，有一个朝代，有一位皇上，生下了2位太子。哎，慢来，是哪个朝代？皇上叫什么名字？太子又叫什么名字？这些个不关紧要太子嘛，就叫他大太子、二太子嘛。2位太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，很快，皇上啊就为他们选定了2位领国的公子。什么？公子又是没有名字的？有啊！一位叫子虚国公子，一位嘛叫乌有国公子。子虚国、乌有国。对，2位太子同时迎娶2位公子。哎呀，好年呐！2子迎亲队伍同时向王朝进发，不料在中途怎么样？十奉领国亲吻子虚国，2国交作，兵马冲突，将2子迎亲队伍冲散了。哎呀，那太子和公子又怎么样了？那位大太子，他在昏沉沉中，突然看到了一位被吓死过去的新娘，他存着急着的心脏。太子望着公子了。对。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哎，我修一位多因子多对大义，基于谁喜他谁？有对子送王子送幸福来，天大的护卫自己爱。新娘不是大太子愿定亲，怎么他不是公子？他是公子啊！他就是他的弟媳，不由公子出堂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都是为心来，每次不人在，有都是一样的媳妇。归来之中，命中在。那么他们自己知道吗？太子他一句他，公子他强挽不知情。呀！哪怕告诉公子呀，这是要讲错就错下去，不是更糟了吗？更糟的是公子他已经没有家了，叫他到哪里去呀？那当然送他到丈夫二太子那里去呀。二太子下落不明，凶多吉少，那送他回娘家。公子的父王已经在战乱中死了，他已经没有家了。哎呀，太可怜了！这有的日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假使我就是那位太子，你就是那一位公子，这不可能！你必须要这样回答我。假使你就是那一位公子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啊！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故事我编不下去了。这故事完
是你编出来的呀？是的。哎，碧凤，你就想一想，如果一起编下去，乔木编下去。对。那公子没有了父王，又失去了丈夫，对，又回不了家乡，是啊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对，只有嫁错丈夫的耻辱，只有家说不清的误会，他还有什么脸活着，还有什么乐趣活着？富坤啊，只有死，当然只有死了。哎呀，这故事不好听，好多段的杀人犯呐！好，不说了。官人，你看，明月当空，我去半下头也该3月了。
官司天得起，他金金玉木功名誉，深深的恭敬爱，深的爱礼，三生心好相识，为来以后。已经变到相对了啊！来，他来炸药吧！你没有想到吧？你听我说，不用说，开门看，你家家人生你和你夫人，对吧？从英俊上游，不曾奇怪，哪里的夫人啊？还有姑若，哎呀，你轻一点好吧？你玩笑引我呀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他。你为他，是为了他。你相信我吧。你还叫我相信你什么？相信我对你妹妹的一片真心。呸！我家的你相亲人，败不了真情我的没良心。我妹妹是等女生，将你生，吃不了你在家里来夫人。在我家喝了一口子雨里不不，这不是我的家门，非这是不离花皮。你听我说，师兄。
对了，我怕人家你人呀。你能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能够这样讲呢？啊，太娘，考级将近，我要到使馆做事情，不能耽误了。哦。太娘，你好好布置少夫人，我要忘了去场所。那说家啊，师兄。梅爷的来了，四八，请坐小姐。四八，吃了药好些了，好多了。这次幸亏你路过此地，开了施主的药方，药到平时已经不错了。这就四八，四八的病倒是不方子，这是七早上的有一个。全部剩了，老年人最好到南方去，那里的气候比较适宜呀。是啊，等我病情稳定些，我思想到南方去调理调理。我这次已叫他帮陈卓儿来，明日就要回家，我母亲都欢迎你们来呀。谢谢了。你姓方承尊，可有印着？十人大海，妙不印着。师妹，这药方再调理几天。我要走了，走好了。弟弟，外面天冷，你晚上进房去也罢。不啦，儿郎。这一方真是灵验，梅大夫主上乃是四代女医，要不是他父亲得罪了朝廷内奸，披露民间，我们还请不到这样的名医告诉你。是啊，梅师兄不但医术高，医德也好。臣也看到
夫人落女海难，至今生死未卜。哎呀，你们外姓孟怀难天，无妻子妻夫不是那毛衣。苦练苦练再苦练，随他用随他行。他在家里为夫人，不到他家亲爱见。不像是骗人的人，他明明着陈若一语是他一人身亡，你不为你搞错了呀？你们啊，至今你瞧碰了兵，他把也为分不清，也不想他为吾这一定结起，他为吾自是我为家门，无为保媒虽着情，情日跟踪快就近，本家人谁确信人在同归幸福人，亲眼见证做个天差呀，刚刚3月几成灵，二问我多不许家里人送给来清醒。妹妹，好轻声，妹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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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结好了，为子断。好师兄，师兄啊，你听我同你说个一句，我就是时光山上在，为人因子你给了人，我几人狂骗龙须家，我人因是将人我，家有夫人死啥子？本来是这个保护难我，请你证明不为难，好里好善一道不。师兄，你天下论事多少，我妹妹就我有陆家的良人。师兄啊，你不该将我去门外，用我在世人面前是虚装。你晚上是妹妹对你干讲？你听我讲，师兄，外面是谁呀？没有谁，是他。我听见是他。妹妹，他不要把气闷在心里。好，让我叫他回来，让你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，你好消消气呀。让他走吧，你不要难为于他。妹妹啊，他本是他与父命才生情，再不要孤独在为伤他心。他不该惊梦的是王不是，他临终
不会回来了。少夫人，翠妞，今天也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哪里也没有去，我在家等着你。你好狠心，谁家炎热也不来陪我。我哪里炎热？我当家的出门做生意，今天刚回来，我要陪着他去。他还有他说话，真是忙了一天。刚分开几天，就这样舍不得，好不害臊。这叫做成不离度，功不离补啊！翠妞啊，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有分开过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定亲以后，为了这件凡事，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。可是他这个景象，为我特地抹了一面大的铜镜，对门挂着，他天天地在镜子里偷偷地看着我。我们天天在镜中相会，这个秘密啊，说到成亲以后，也没有人知道啊。你不是在讲故事吗？难道你就傻着与公子分开吗？哦，可不像你们。少夫人。明天我的家，你的名字我明白，大哥你不思念他，这阻挠的想你为谁吧？大哥你不思念他，激动我越为伤。怎么能大发光？当年好新婚不必是娇妻，为什么你总不能留死他？才有他这一道不心中意。回家，他将我梦中的夫君梦中意，约情难尽，隔人山，且在此一段暂为。终去匆匆又离家，女郎无以为侄女，枉费心血恰巧家。旅程难旅行，我终于红丝也难说是他的梦破灭难高攀。若非他永远不为两牵挂，
后命长元，不为凤贵呀呗，你却是长元所生了。那时候你们却再也不会分开了。我也不指望当什么上元夫人，我只希望她不要把我丢在一边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翠娘，天气转冷，我想替官人做些过冬的衣服，你叫我买些丝线系上下样来。这真些我们娘来做吧。不，你忙，反正我也有的无事。好吧，等你为我替你送来，我走了，你再吃些些。
人，你母亲公子呢？你不好意思开口，要不要我去请人先行叫他回来？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他的大日子。老夫人，但是你要别分心啊！哎，好呀你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马上就去接。哎，大弟啊，我要把关着的文章记掉了。这不是有用的文章呀？哦，是一封信啊。师妹，美姬生。我去叫我弟去。哎呀，凑凤凰家，公子他愿与师妹心终身七方八极
心美郎，受尽委屈操碎心。公子啊，岂能为我连累你？我插鸳鸯两地分，你的飞梦今已后，我只有祈祷胜利，保佑你来往从后面。美郎啊，不识了，怕你救下我，太悲我无法与你结成亲。倒是今晨人知我是陆家户，可以再进来家门，今晨错过结了哟，我是谁呢？你说什么？少夫人不见了，师母，少夫人不见了，是看人下的样子。也是。都怪我粗心，都怪我粗心，撒下来红尘，他竟死去了。公子，你不要信任，我懂得你他为什么要死啊？不，你们不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他我们在问毛病吗？这都是我害了你娘。
金香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各位姊妹知道母亲回来，一个都来帮你了。师兄，你的女来了吗？你金香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听着。师兄，你的女，你们的气色不错啊，病全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多亏一人一人高，我妇女呀到底是痛苦笑，再见前去落方来，今生你的离了，苏月来跟你和我迎亲台，我儿子去这一天比一天好，这最好了，为人在世应该上路，是非恰平，不传秘密哟。是啊是啊，伯母，弟弟叫我做了一双面须，也好让师兄出真是与我。哦，哎呀，真是好身体，好随意，腿在脚上，暖在心里。多谢师妹关切，好一点心意，比起伯母对我们的照顾，真是天差地远。哎呀，听听，这个多的呀！哦，这是我在地中坡度不地买来的，来带上。圣上所拜，大吉大利。我这个儿子啊，虽是门在无路不说话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你。是啊是啊，我的女儿也一样。哎呀，弟弟，伯母啊，普渡金香一定很累吧？啊，还好还好。哦，我为生了一桩贵事，生了一个乖女儿。那姑娘没比没娘没岳父家，云在外边，恰恰我的最经过。哦，我去会她出来，让你们见见。敬我女儿快来。敬我来，这里相识相识，这是你姑姑梅继生，梅继为不发见妹妹，妹妹。
想这样称呼你？哦，他小你大，就叫他一声妹妹吧。姐姐，妹妹。哎，景凤啊，景儿啊，你为要给口称他嫂嫂你。知道啊，这下你家里可热闹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莹莹，你把我告诉把你回来，该歇歇了。我们改日再来吧。哎呀，把我师兄告辞了。姐姐，改日有空过来，我们好好的细商一细。今生总是吧，是吧？最好，最好。听我女儿，你看苏家妹妹本凭这样。我的眼里不错吧？李母那儿子与在人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。要不是为了飞梦姑娘，他们早就成亲了。为了飞梦，那今日下天，寄生去二家看病，可以为叫飞梦的姑娘生死可令，就娶她回来。不料中途沉沦，飞梦是生死不明，我儿子东出西找，给自己一将做法，就是不见飞梦的影踪。我儿良心好，只是为要争取早早。可是我这个做娘的嘛，就对不起作家了，一了天就没有下文了。哎，不讲了，景凤，我要去谢谢一位。可以。
下。哎呀，老兄，我与你说明明生的，我们在这栋早就见过面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曾为你曾夫人看过病啊，不是我其他，是非的。非了，如今我才知道，她就是你的夫人。知道嘞，是你杀了他。韩国警长，给我大力反击！不，为得先生亲父罪，不报喜心报上意，而我不能将他挖大，还有将他日
去下笔的，再告诉你，是不是去苏国啊？苏国已经争取绿空了。你那师妹的，他已经另有归宿。是我还空你俩是我家里来里来。往里腾苦塞，你为我设置太多，我痛儿女夫妻双双泪目家不聚上在表情景绝非
至今飞龙找到了终于闭挂了。娘啊娘，求我嘞一爹如果早日生，想想他人快自己。他们已经在做无声的这倒也是，再不去动各家事法，商量，早定婚期。陆真兄啊，赖先生，恩公啊，有位人他梦神惊恐，遭逢两情在人心，此辈乃如宝，生生死用命太好了，祝你们夫妻夫妻终于好高兴。但没想陆公子吃了我儿子的喜罪，再委屈。哎呀，陆公子，你话为没有听心意？我儿他年过20给人家，早已在逼蒙来的兵官呀。今夜他坐上与我自交，追得上门当再配无家，新娘毛条真挺好，逼蒙一声将他夸。